使徒行传，使徒行传第1章。提奥菲罗先生，伫我所写的头一本册，我已经有将耶稣对开始工作，直到就天迄日所做、所教示一切的代志，拢有讲起。伊就天以前，有通过圣神，将真侪代志指示所教示、所竞选的使徒。伊受害以后，有用真侪证据显明伊本身活地，伫40日的中间有显现，互使徒看见，对因讲论上帝国的事。耶稣甲因做伙的时，有吩咐因，毋通离开耶路撒冷。照我捌甲恁讲，着听候爸的应允。约翰用水洗礼，毋久，过无几日，恁会受圣神洗礼。使徒甲耶稣自集的时，问伊讲：主啊，你要伫即个时将主权恢复以色列是无？伊甲因讲：爸用家己的权柄决定的时间甲机会，毋是恁通知的。毋过，圣神临到恁的时，恁会得到能力，伫耶路撒冷、全犹太、甲撒玛利亚，直到天边海角，为着我做见证。耶稣讲这话了后，因伫看的时，受接上天，有一片云接入去，互因看袂到。因还伫注目看天的时，忽然有2个穿白衫的人徛伫因身边，讲：加利利人啊，恁哪徛伫遮伫看天？这位离开恁受接上天的耶稣，恁看见伊安尼上天，伊嘛会照安尼过来。后来使徒对迄个叫做橄榄山的所在倒去耶路撒冷。橄榄山离耶路撒冷无偌远，差不多1公里，就是安息日会用得行的路程。因入城了后，爬去因所住迄间厝楼顶的厅。彼得、约翰、雅各、安德烈、腓力、甲多马、巴多罗买、甲马太、阿列菲的囝雅各、激进党的西门，甲雅各的囝犹大伫遐。因甲几若个妇人人，嘛有耶稣的老母玛利亚，以及伊的兄弟，拢继续同心合意，迫切祈祷。几若日后，差不多有120个信徒聚集。彼得徛起来讲：各位兄弟，圣神通过大笔的嘴，伫圣经所有言关系犹大带人掠耶稣的代志，一定就应验。伊本来是咱中间的一个，受选来分担这个职分。犹大用伊做不义的代志所得到的钱买一块地，伊伫遐倒头栽摔死，巴肚别离，肠仔拢流出来。住伫耶路撒冷的人拢知这项代志，所以照因本地的话，甲迄块地叫做阿吉大马，意思是废园。因为诗篇有记载，就互伊的厝荒废，无人伫遐徛起；阁有记载，就互别人代替伊领导的职位，所以就有一个人来加入，甲咱做伙做主耶稣国话的见证人。这个人就伫主耶稣甲咱做伙出入的时，就是对约翰施洗起，到耶稣离别咱受接受天迄日，不时甲咱做阵。因就提名2个人，就是叫做巴撒巴，嘛称作犹士都的约瑟，甲马提亚。因祈祷讲：主啊，你知达人的心，求你指示阮，这2人中间倒一个是你所竞选，要来担当使徒的职分的。因为犹大已经放杀这个职分，去伊应该去的所在。然后因念口念到马提亚，伊就加入11个使徒的团体。